與你歡樂在今宵。喺呢個聖誕節普天同慶嘅日子，去香港文化中心欣賞一場載歌載舞、熱熱鬧鬧嘅舞台劇，唔單止可以輕鬆下，而且仲好有意義添。因為呢出舞台劇呢係由呢個劍雪同盟一班資深嘅舞台工作者義務演出，而且佢哋呢會將呢個門票嘅收益呢，除咗必要嘅開支之外呢，佢哋就會呢捐去做慈善。呢一班志同道合嘅舞台工作者，佢哋因為喺1999年參與呢個劍雪浮生舞台劇，合作咗超過100幾場，佢哋為咗紀念呢一份情誼呢，而成立咗呢個劍雪同盟。佢哋呢亦都會不時出嚟聚會下，同埋呢會做下呢啲慈善嘅演出。第一場演出呢，佢哋仲特登邀請咗呢個劍雪浮生當年飾演任劍輝同埋白雪仙嗰兩位主角嘅陳寶珠小姐同埋歐嘉文小姐嚟到觀賞演出。演出咁成功，梗係要大家嚟一張大合照啦！佢哋呢會公演到12月28號，喺呢個聖誕節假期。如果你又有時間，又想做下善事，不妨買張飛入去支持下。最後呢，寶珠姐同埋嘉文姐呢，佢哋都拖住手咁樣離開咗呢個文化中心。喺呢度呢，祝歡樂在今宵繼續 good show， 亦都希望呢，寶珠姐、嘉文姐同埋劍雪同盟嘅呢班舞台工作者呢，個個都身體健康、平平安安。好啦，喺呢度祝大家聖誕快樂，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多謝大家收睇與你理財嘅今日分享。